第9章對話錄，借由性與苦足加強聯結。與其浪費時間尋找完美的戀人，我們倒不如創造完美的愛情。湯姆·羅賓斯 （Tom Robbins） 在愛情剛開始萌芽的階段，雙方很容易產生激情。幾乎每一句話、每一個眼神、每一次觸摸都能激起慾望，這是大自然將兩個人拉攏在一起的方式。但經過最初令人神魂顛倒的慾望之後，性在兩個人之間的定位又是什麼？除了相互吸引外，性能否幫助我們維繫感情、建立長久的關係？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好的性生活就是一種強烈的聯結經歷。但是，我們通常不會從這個角度看待性。由於受到社會文化及各類愛情專家的影響，我們傾向於將激情視為一種稍縱即逝的感覺，而非一種持久的力量。我們被告知，熱戀時期熊熊燃燒的愛火終將熄滅，伴侶關係也是一樣。雖然曾經充滿激情，但最後都會無可避免地轉化為平淡如水的友誼。不僅如此，有些人認為性本身就是目標，追求享樂、滿足慾望就是目的，性只是為了獲得即刻的身體滿足。事實上，穩定的關係與性的滿足相輔相成，這兩種要素會促進並提升兩人的關係。心心相印能夠創造美滿的性生活，而美滿的性生活又能創造更深厚的情感聯結。當兩個人都敞開心扉，積極回應，相互關注時，性就成為親密的互動，一次令人安心的探險之旅。情感穩固的伴侶，能夠自在、自信地享受在彼此懷中的感覺，探索並互相滿足彼此的性需求，同時分享彼此最深的喜悅、渴望與脆弱。美滿的性生活對於維繫愛情究竟有多重要？研究發現，好的性生活雖然不是美滿關係中最重要的部分，卻也不可或缺。位於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性教育家巴里 （Barry） 與艾蜜莉·麥卡錫 （Emily McCarthy） 曾經在當地做過調查。他們的結論是，關係美滿的伴侶只把15%至20%的快樂歸因於愉快的性生活，然而婚姻關係不快樂的伴侶將50%至70%的痛苦歸咎於性的問題。美滿的伴侶將性視為提供樂趣與親密感的眾多來源之一，關係不好的伴侶則將焦點放在性上面，而且經常把它當成問題的主要來源。為什麼性對於關係不好的伴侶會是這麼大的問題？因為當兩人關係不穩定時，首先受到影響的通常是性，雖然它並不是問題的真正來源。你可以把來自性的困擾視為一種預警信號，類似礦坑中預警的金絲雀 （Canary in the Mine）。但真正的問題是兩人正失去聯結，彼此間的安全感已消失，結果導致性慾降低以及性生活不美滿。這又使得性生活次數減少，造成更多受傷的感覺，導致情感的聯結更加不穩定，如此這般回圈下去。簡而言之，情感聯結不穩定，就沒有性，而沒有性，就缺乏情感的聯結。這並不難理解。哈洛在《學習去愛》（Learning to Love） 一書中強調，靈長類動物與其他動物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當他們擁有面對面的深情的性行為時，會毫無防備地將最脆弱的一面赤裸裸地袒露在彼此面前。我們天生就無法在擔心、害怕的時候還能享受在一起的美好感覺。情感聯結的穩固與否，將決定兩人性生活的好壞。我們對於性的期待，取決於兩人在親密時是否舒適自在，以及我們對於回應所愛之人需求的安全感如何。我把性關係分成3類：封閉式性關係、以慰藉式性關係以及同步式性關係。封閉式性關係。封閉式性關係的目標是降低性關係緊張，達到性高潮，並為自己的性技巧感到自豪。這種性關係常發生在那些從來都學不會信任，也不願意敞開心扉，或是對伴侶沒有安全感的人身上。他們聚焦於性慾的感覺與表現，情感的聯結退居其次。這種性關係對於愛情是有害的，伴侶會覺得自己被利用和被物化，沒有被當成人而得到尊重。可爾的伴侶瑪麗對我說，對她而言，我就僅僅是個女人，
我們之間的性生活很空洞，從開始到結束我都覺得很孤單。而可以則在一旁傾聽。有時候是這樣的，亦可以表示贊同，但我們的性關係曾經也很親密。自從我們開始吵架以後，我就放棄了。我不再有感覺，性生活變得機械化。你在我眼裏就只是個女人，這樣對我來說更有安全感，但建立親密感就比較難了。如果我把你當成瑪麗，再想到我們之間的種種問題，那只會讓我感到難過。於是，我把注意力放在性這件事上，這讓我感覺好一些，至少暫時如此。可以封閉自己的感情，是因為不知道如何去建立親密關係。但有一些人，尤其是那些覺得曾遭受伴侶背叛的人，就會習慣性或選擇性地在感情上保持疏遠。他們更偏好從性生活中獲得滿足。根據明尼蘇達大學心理學家傑夫·辛普森及其科研夥伴的研究，這樣的人會迴避一切可能引發情感投入的行為。採取封閉式性關係的人似乎多為男性，原因可能來自男性激素引發的性衝動，也可能純粹是受到文化的熏陶。男性從小就被告知流露太多情感是懦弱的表現，由於他們不知道具體的界限在哪兒，所以通常會完全避免表露情感。封閉式性關係也有可能是男人性慾本能所造成的結果。男性在親密關係中不需要太多的溝通，而女性在親密關係中更需要對方的回應，也更需要情感交流與聯結。無論男人或女人，切斷感情的投入就等於封鎖了性更豐富的內涵。美國堪薩斯大學心理學家奧馬呂·吉拉斯 Omri Gillith 發現，在情感上保持距離的年輕人享受性的程度不如那些能夠自在親近他人的人。封閉式性關係會讓人感覺刺激，但激情來得快也去得快，這種體驗是單一維度的過程。追求更多的感官刺激是這個遊戲的目的。慰藉式性關係，慰藉式性關係通常發生在我們尋求安慰，以確認自己受到伴侶重視與渴望時。性只是一個附屬行為，目的在於緩和我們情感依戀上的恐懼。這種性關係所投入的感情比封閉式性關係多，但主導這種性行為的主要情緒是焦慮。吉拉斯的研究顯示，越是急於依賴他人，就越想要被擁抱或被傾慕，而不是性。曼蒂對我說，我和弗蘭克之間的性生活還算美滿，但說實話，我真正想要的是依偎在他懷裏，這讓我感到安心。性對我來說就像是個測試，如果他需要我，我就覺得安心。當然，如果他不需要我，我就會覺得自己有問題，然後開始擔心害怕。如果性的作用只是抗焦慮，那就不是真正的激情。慰藉式性關係能夠暫時穩定一段關係，但同樣也可能刺激傷痛之處，強化消極互動迴圈。只要和兩情相悅與有關的事情一出錯，立即會出現受傷與負面的情緒。如果這種性關係在一段關係中成為常態，兩人可能會為了取悅對方陷入過度表現或是予取予求的境地，從而消滅對性的渴望。一旦性關係上的親密僅僅是為了補償依戀缺失與恐懼的手段，就會導致兩人漸行漸遠。寇里告訴他的妻子艾曼達，我覺得性生活頻繁沒什麼不好啊。我打賭有很多人性生活頻繁。艾曼達看向我們臉上立即浮現出驚愕和無力的表情。寇里看到了，扭過頭去。他看起來很悲傷，也很受挫。哎，這和性一點兒關係都沒有，對吧？他說道。而只有當你在我懷裏回應我的時候，我才能確定你愛我，需要我。也只有在那時候，我才感覺到和你在一起是安心的。仔細想想，這些性要求對你是太過分了。我越強迫你，你就越不喜歡。老實說，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自從去年我們鬧分手之後，我就時刻在擔心，因此性生活就像是我的安全保護傘。艾曼達將椅子挪近，然後用手臂環抱住他。寇里輕輕靠在他的臂彎裏，然後用充滿驚訝的語氣說：
嘿，你在抱着我？你會不會因為我說了這些話而瞧不起我？艾曼達親了親他的臉頰。當寇里意識到自己可以這樣尋求親密，並得到令人安慰的擁抱時，他們的關係及性生活就出現了積極的變化。慰藉式性關係通常發生在兩人正處於魔鬼式對話中，以及他們之間正常的安全感和安慰式撫觸，維繫感情最基本的聯結點，消失時。性曾經是我們真正能夠在一起的方式。阿力克嘆息着說，他和男維持了10年的感情正在瓦解，但現在他完全不想過性生活。我覺得自己總是被拒絕，所以有時我很生氣。每次想到他似乎不太喜歡和我過性生活，我就很受傷。他說我逼得太急，於是他就睡在客房裏。事實上，別說是性生活，我們甚至都不再碰對方了。每當有伴侶告訴我，他們無法通過日常的關懷行為體貼關注對方時，我就會擔心。當他們告訴我兩人已經沒有性生活時，我也會有點兒擔憂。然而，當他們告訴我他們不再觸碰對方時，我就知道麻煩大了。皮膚是我們最大的感覺器官，一個成年人的皮膚面積大約有1.67平方米。對多數人來說，溫柔的愛撫，在皮膚上撫摸以及這些動作所引發的情感，都是進入愛情關係的最佳通道。撫摸結合了人類的兩種基本慾望，性意與被意中人重視。正如已故人類學家阿扎利蒙塔古 Asimantiau 在其著作《觸覺 Touching》一書中指出，皮膚與皮膚的接觸是性的語言，同時也是建立情感依戀的語言。根據美國麻薩諸塞大學發展心理學家蒂芙尼菲爾德 Tiffany Field 的觀察，從出生到年老，觸覺對每一個人而言都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需求。他強調，全球最不善於觸覺交流的人群當數北美居民，他們都深受觸覺飢餓之苦。對於兒童而言，缺乏觸摸與擁抱，可能會延緩腦部發育以及情緒智力，即整合情緒的能力的發展。男性可能更容易被觸覺飢餓所傷害。菲爾德指出，從出生開始，男孩被抱在懷裡及得到愛撫的時間通常都比女孩少。對成年人來說，男性似乎不如女性懂得如何回應溫柔的撫觸，但在我所見過的男性當中，他們對於觸摸的渴望和女性一樣多。男人不要求別人擁抱他們，也許是因為受到文化制約影響，真正的男人從不擁抱，也許是缺乏技巧，他們不知道如何開口。每次有女性來訪者向我抱怨男人滿腦子都是性時，我就會想到這些。這時我會說，如果除了橄欖球比賽，唯一能夠有身體接觸與被擁抱的機會是在床上，那麼我也會那樣，滿腦子都是性。我只是希望馬喬麗伸手觸碰和撫摸我。特里強調說，我想要知道，他想讓我靠近他，讓我感覺自己被渴望、被需要，而不只是在性方面，是要比那更多。馬喬麗並不同意，才不是。你要的只是性生活。特里反駁道，也許我只知道用這個辦法提出要求。我們不能把所有身體與情感的依戀需求全部寄託在臥室的床上。如果我們試圖這麼做，性生活就會在這些需求的重壓之下瓦解。性生活美滿的最佳訣竅建立於穩定的依戀關係之上，通過溫柔的撫觸與 ARE 對話來聯結感情。即使是性治療專家也同意，不強求的歡愉 （non-demand pleasuring） 是創造健康性關係的基礎。正因為如此，我經常建議伴侶持續數週不要進行房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兩人都不會感到焦慮或失望，而且可以更專注地探索每一種撫觸帶來的感覺。若能自在地請求對方給予溫柔的撫觸，這將有助於深化兩人的情感聯結，同時更親密地感受彼此的身體，知道什麼撫觸可以感動、取悅對方，成為二人之間你只為你、只與你的珍貴情感聯結的部分。同步式性關係，當情感的敞開與回應、溫柔撫觸及慾望探索全都到位的時候，就會發生嘅同步式性關係。這才是性生活該有的模式，它能夠滿足需求且聯結情感。當兩人的情感聯結堅不可除時，
身體的親密接觸就能涵蓋一切初始的激情、創意以及更多。他們可以在某一階段專注於性，下一個階段卻徜徉於詩人萊昂納德·科恩 （Leonard Cohen） 所說的千吻之心 （A thousand kisses deep） 的所在之處。我第一次使用嘅同步這個詞，是在對話4裏形容伴侶間的情感和諧。我在此處將它延伸，把性關係的和諧也包含在內。康奈爾醫學院的精神醫學家丹·斯特恩 （Dan Stern） 也曾經用這個詞來描述他所觀察到的狀況。感情穩固的伴侶會體貼對方，感知對方的內心狀態和意圖，回應對方熱情狀態的變化，就像具有同理心的母親能和他的孩子心靈相通一樣。嬰兒睜開眼睛，然後愉悅地尖叫，母親則心情回應，變換語調來配合嬰兒興奮的尖叫。類似地，伴侶一方轉頭嘆息，另一方微笑並順着嘆息的節奏回應他。這種同步狀態能為兩人帶來一種你不言而喻、深層融洽的感覺，這也是伴侶身心結合的精髓。身體的同頻來自安全感，而安全感也來自身體的同頻。伴侶的回應也是會持續的。情感聯結穩定的伴侶，能夠袒露他們的性弱點與渴望，不會害怕被對方拒絕。卡麗說：而看看我，臉上亂七八糟全是雀斑。你見過模特兒有滿臉雀斑的嗎？我討厭這些雀斑。每次一想到這兒，我就想把燈關了。他的先生安迪微笑着。那就可惜了。他溫柔地說：我喜歡你的雀斑，他們是你的一部分。我想要和你在一起，而不是和一個模特兒在一起。我喜歡這些小圓點，他們點燃我的慾望。就像你說我這種光頭男人最性感，你是這麼認為的吧？卡麗微笑同意。感情穩固，彼此相愛的夫妻能夠盡情放鬆和沉浸在享受性的過程中，他們可以坦率地表達自己在性方面的偏好或禁忌，而不會覺得尷尬或冒犯對方。內華達大學的黛博拉·戴維斯 （Deborah Davis） 和康奈爾大學的辛蒂哈贊兩位心理學家在研究中發現，感情穩固的夫妻比較容易坦率地表達自己的需求與喜好，而且也比較願意和伴侶在性方面做新的嘗試。在電影裏，戀人間從來不需要討論，事情自然而然就會發生。然而，在彼此安全感還不足以支撐真心交談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就像是在沒有飛行指南或塔台的協助下降落一架747客機一樣危險。伊麗莎白和傑夫結婚25年了，她喜滋滋地向我說道，某天晚上傑夫提到了他最喜歡的性幻想。那天晚上，伊麗莎白試着滿足傑夫的性幻想，兩人都對這一嘗試及其給性生活帶來的變化非常滿意。類似伊麗莎白和傑夫的故事總是讓我興奮不已。他們證實了，在一段長達數十年的關係中，我們仍然可以擁有即興、熱情和愉悅的性體驗，並且不斷從伴侶身上發現驚喜。這些例子也顯示，我們的情感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聯結，我們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墜入愛河，而伴侶之間的慾望，本質就在於尋求歡愉和放手去盡情體驗身體感受的能力。為了做到這兩點，我們必須擁有安全感。在伴侶穩固的感情關係中，興奮並非來自試圖找回熱戀時的新鮮感，而是時時刻刻保持開放的心態，在每一個當下敢於冒險投入身體與情感的聯結。這種開放的心態會讓你和伴侶的每次性生活都有新鮮的奇遇。我告訴伴侶，獲得激情與美滿性生活的最佳法則是熟能生巧和情感投入，而不是為了對抗乏味而無止境地尋找新花樣。難怪芝加哥大學的愛德華·勞曼教授 Edward Lauman 在美國所做的調查顯示，一起生活多年且建立起安全感的已婚夫妻，其性生活次數與滿意度都高於未婚者。當專家提出唯有打着征服與熱戀的旗號的新鮮戀情才能提供令人興奮的性生活時，我就想到我所認識的一對結婚多年的夫妻，以及他們跳阿根廷探戈的舞姿。他們完全投入彼此當下的懷抱，動作極其鬆容。他們對彼此的回應如此敏銳，即使每個瞬間舞步流暢變化，
他們也從不踩錯一步或錯過對方的一個轉身，兩人如影隨形，既優雅又自信。解決性問題。大多數關係緊張的伴侶都陷入了魔鬼式對話。女性通常會覺得孤單與疏離，她們要麼要求要慰藉式性關係，要麼就是完全排斥性生活。男性則變得沒有安全感，他們會進入以封閉式性關係，或是產生性方面的障礙。很多時候，只要兩人能夠建立穩固的情感聯結，性生活就能自動或是通過伴侶共同努力而獲得改善。性關係改善帶來共用的愉悅與親密感，以及性高潮所釋放的催產素，反過來又會加強兩人的情感聯結。當艾倫更有安全感時，終於能夠向亨利坦誠他無法從他身上獲得性愉悅，多年來他一直都是假裝的。亨利並不覺得被冒犯或被威脅，反而給予他安慰和支持。他還到圖書館去查詢資料，發現有大約70%的女性都是這樣，並借此消除了艾倫的顧慮。他們一起討論出3種性愛策略，擬定了一份給艾倫性愉悅的計劃。讓我們進一步觀察關係的聯結與情感的培養如何交互運作於一段關係之中。熱情並非持續不變，慾望當然也會隨着事件、季節、健康情況以及無數的原因而起伏不定。然而，這些變化往往會刺痛我們的心，除非我們能夠坦然地表達出來，否則很容易引發或強化兩人之間的問題。很多伴侶能忍受性生活次數不夠頻繁，但無法忍受伴侶對他們失去慾望。處理這樣的感受，對大多數伴侶而言是一種挑戰，即使是感情關係還算穩固的伴侶亦然。例如羅拉和比爾。羅拉受到失業的刺激而罹患抑鬱症，在他康復後不久，他們就來找我。他的醫生知道，健康的伴侶關係是預防抑鬱症復發的最好方法，但醫生發現他和先生之間有些問題，所以請他們到我這裏來做婚姻的健康檢查。羅拉坦言他的顧慮，我們都深愛着對方。比爾過去一直都比較主動。如果我不想要性生活，可以表示拒絕，而他會接受。不過，我們還是會相互依偎，也會覺得很親密。但這幾年，他就是不肯親近我，這讓我很痛苦。我們在一起快20年了，難道是因為我現在老了，對他來說不夠性感了嗎？我現在總是等他睡着以後才睡，就是不想面對這樣的事，而我們之間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遠。比爾回答說，我只是太累了，白天的工作使我心力交瘁，這你也知道。其實我還是深愛着你，你絕對是個性感的女人，我不認為這裏有什麼問題，當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除外。這時候，如果能進行一場 ARE 對話將會很有效。問題是，羅拉能否直面他的傷痛並向比爾敞開心扉？而比爾能否聽見他的抗議並予以回應？羅拉對我說，就像你剛才所說，我們吵架時常常會陷入我一急，比爾就悶悶不樂的類似模式，但是我們可以說開並且和好。而且我覺得我們的婚姻是幸福的，只是對性生活難以啟齒。我們曾經嘗試溝通，情況會稍微好轉，但過一陣又會恢復原狀。由於他們已經知道如何識別兩人關係的負面互動回圈，以及如何在彼此間創造更多回應，所以我建議採用同樣的方式來討論他們的性生活。我問他們對性有什麼期待。比爾說，他希望大約每2週有一次性生活。羅拉說，他希望10天一次。我們都笑了出來。問題突然變小了，但我們繼續深入討論。比爾說，他認為唯一的問題是，羅拉似乎很容易生氣，讓他有點而不敢親近。他說，晚上我想要他過來擁抱我，他常常不過來，而我想念那種感覺。說實在的，仔細想想，我真的非常想念那種感覺。羅拉眼裏滿是淚水，我不想在和你擁抱的同時，還懷着你會有興趣過性生活的期待，但結果以失望收場。我想我一直都很害怕面對這些，甚至都不敢談。當你問我是否未被滿足時，如果我回
答還好，對話就結束了。我看到了羅拉的預期性焦慮，以及她採取逃避的策略來保護自己。我們都同意，這種無法討論兩人性生活發生變化的情形，已經開始干擾並傷害他們。我請他們詳細說說感覺受傷的地方。羅拉掙扎了一會兒，然後才能整理出讓她如此痛苦的原因。有一部分恐懼是害怕你不再把我當女人看待，只當我是個妻子。我的皺紋多了，身材也比從前胖一點兒。我擔心自己可能不再性感，無法滿足你。你抱着我就像在抱一個普通朋友，對我的關注似乎也不再那麼強烈，而從前那種感覺曾經是那麼好，那麼親密。比爾很認真地傾聽着，然後為了幫助妻子釐清思路，他問道：這就是症結所在嗎？你感到被拒絕，覺得我認為你不再吸引人？羅拉嘆了口氣，流下眼淚並點點頭，說道：還有，當我們進行性生活時，我會覺得很緊張。有那麼一瞬間，我確實能感受到你對我的渴望。我知道你的工作量太大，非常疲憊，但我覺得性對你而言可有可無，並不重要。有時我覺得如果我不主動，我們的性生活慢慢就沒了，而你會放手讓它消失。想到這裏，我就生氣，所以我告訴自己，算了，我也不主動了，讓他見鬼去吧。但我又覺得好難過。他摸了摸胸口，比爾伸出手拉住他的手。我問他：這就是原因嗎，羅拉？你的難過通常都和悲傷、憤怒與恐懼有關。你覺得比爾不看重你和他之間的性生活，是這樣嗎？還有沒有其他原因？他點點頭，說道：如果我不說出來，主動暗示你，我心裏就會塞滿這些感覺。如果我主動，他的聲音越來越少，然後抿緊嘴唇，這實在太難以啟齒了。事情本不該這麼難。我們有一段美滿的婚姻，我也是一個堅強的人，但要我主動去提這件事，對我而言實在太可怕，就像開車衝出懸崖一樣。我以前從來不需要這麼做。當你對我甜甜一笑，說你累了，然後轉身睡去時，我心如死灰。我假裝不在乎，可是主動要求性生活，真的耗盡我所有心力。比爾喃喃道：我從來不知道這些。我問羅拉：這些感覺告訴你，你想從比爾身上得到什麼？他對他說：我想，我需要你再次給我信心，確認你真的很珍惜我們的性生活，你仍然有心力投入，也仍然渴望我。我需要我們一起抽出固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和我在一起是你最重要的事情，這是我所期待的。我需要你像從前那樣讓我感受到，你依舊是我的男人。比爾熱切地回應他，而且迫不及待地告訴他，一直以來他因工作筋疲力盡，所以很多時候像在夢遊。還說他愛他，並且會在白天想他。他說：但我不知道主動要求性生活對你來說那麼難。真的很抱歉。我擔心如果我主動要求，但因為自己太累而無法順利地進行，這會讓我退縮，除非我有把握。他們倆開始大笑，而他們最終僅是依偎在彼此的懷裏，感受滿溢而出的親密感。比爾和羅拉需要的就是這種對話，好讓他們的性生活回到一種可以安心享樂與培養感情的範疇中。但這種對話也具有提醒作用。我建議他們想出一個合情合理的方案，可以在性生活未達到預期時使用。比爾協助羅拉擬定這個方案，並開始提議增加性生活次數。與此同時，他也會更加注意要讓羅拉安心。每當他提議時，他會感謝他的勇氣，並且明確告訴他，他不希望他疏遠或逃避他。他再次重申，他愛他，而且需要他。比爾和羅拉也開始更加注意他們的性生活。每一個房間，包括臥室在內，偶爾需要稍做打掃與重新佈置。他們會一起閱讀改善親密關係的書籍，多年來第一次討論對彼此的情感和需求。後來他們說，兩人的性生活已經得到改善，
感情亦如是。正如我在與他們進行最後一次諮詢時告訴比爾和羅拉的，他們已經擁有世上最棒的親密關係指南，那就是創造親密感、關注對方並且讓彼此的感情進入同步狀態的能力。扮演與練習個人部分。本章之中是否有某句話或某個敘述促使你開始思考自己的性生活？這句話激起了你的哪些感受？請寫下來。無論是軀體的感覺還是明確的情緒，例如憤怒，它讓你對自己的性生活有什麼認識？一、和伴侶同床時，你覺得彼此心靈相通而且有安全感嗎？是什麼使你擁有這種感覺？當你失去這種感覺時，你的伴侶可以怎樣幫助你？二、你通常會採取哪一種性關係模式？封閉式、慰藉式還是同步式？在一段關係中，這三種模式都有可能在不同的時候出現，但如果你習慣了選擇封閉式或慰藉式的性關係，那麼表示你在這段關係中的安全感出了問題。三、對於性，你最想要的4個願望是什麼？請仔細考慮你的答案，有時它並不是你一開始想到的東西。有些伴侶告訴我，他們結束後最大的願望就是被溫柔地抱着，輕柔地愛撫，但他們從未對伴侶表達過這種渴望。四、你覺得你們的愛撫與擁抱是否足夠？輕輕的一個撫摸就能表達感情、安慰和慾望。什麼時候你會需要更多的撫摸與擁抱？五、如果要你為伴侶寫一份的簡易愛情指南，並且在空格裏填上你的名字，你會寫些什麼內容？指南當中的基本規則可能會包括這個問題的答案：什麼事情可以幫助你在情感與身體上坦然面對性？六、性生活最能滿足你的部分是什麼？遇到什麼情況你會覺得心慌或不自在？你和伴侶在什麼時候覺得最親密？如果能將上述答案與伴侶分享，那麼當然很好。如果不能，也許兩人可以開始談一談，為何表達這類想法會如此困難。伴侶共同完成的部分，你們期待多久享受一次性生活？如果用百分比來計算，你們可以得出一個共識嗎？請記住，根據接受調查的伴侶報告，至少有15%至20%的性生活過程基本上是失敗的，至少對其中一方而言是這樣。當你無法從性生活中得到身體上的滿足時，你會怎麼做？當你無法從性生活中得到心理上的滿足時，又會怎麼做？你的伴侶能夠如何幫助你？想象你們的故事在電影銀幕上會是什麼樣？請共同創造一個劇本，與伴侶共同設想一個完美的性關係。它是這樣開始的：如果我是完美的，我能斜線我會，然後你就會覺得更。請至少說出4種答案，然後告訴對方，你覺得他在什麼時候是非常性感的。你們是否有過性生活真的很美滿的時候？請和你的伴侶分享這段體驗，細節越多越好。聽完這段體驗後，你們彼此有什麼想法？請一起分享。想出性可能呈現在你們關係中的所有方式，它只是樂趣嗎？是互相親近的方式，單純生理上的發洩，還是處理壓力與心情沮喪時令人覺得舒服的方法？是通向愛情與逃離世界的途徑，慾望的探險，溫柔地培養情感聯結的地方，還是乍現的激情？你能自在地和伴侶共同體驗這一切嗎？我們總是以為刺激的性與安定穩固的關係是彼此對立的兩件事，但現在我們知道，最能挑動慾望的體驗，需要穩固的情感關係作為跳板。反過來，保持兩人在身體關係上的開放、敏銳及專注，有助於維繫穩固堅定的情感。下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對話，將進一步探索如何讓你們的愛情生機勃勃。